這是一場即將徹底顛覆你過往數十年人生認知，重塑你整個家族命運軌跡嘅深度。揭秘道家講因果，從來不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麼簡單而單薄嘅一句話。今天我要說的這件事，很多人聽落去起雞皮疙瘩，甚至會震驚到無法呼吸。2026年8月12日，這一天是農曆7月初一，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鬼門開。而就在同一天，天上會發生一場極為罕見且能量狂爆的日全食，太陽會被月亮整個吞噬。有人聽到這裏，或許會問：這是不是危言聳聽？是不是找個天文現象嚟嚇唬人？絕對不是，這是一場真實即將降臨嘅天象，更是宇宙能量場百年難遇嘅一次極限洗牌。我今日講這番話，絕不是為了讓你心生恐懼，而是要為特定嘅幾類人揭開一個被世俗誤解了千百年嘅巨大天機。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生肖屬鼠、馬、蛇、龍，那麼請你立刻停下手中正在做嘅所有事情，深呼吸，將你嘅全副心神都集中在這裏，因為接下來嘅每一句話都將直接決定你未來10年嘅財富級別與人生境界。在我們正式揭開這場天線時間，一動正式揭開這場天線時間新機之前，請你現在立刻做一個極具能量共振嘅微動作，集下面留言區打出你同你屋企人海生，打開各1秒，個氣場就開始同你連接。千萬不要小看這個簡單嘅動作，人在面對虛無縹緲嘅命運同龐大嘅星象流轉時，往往會感到深深嘅無力感。但是宇宙嘅法則在於呼應，當你在留言區打下你和家人專屬嘅生肖印記時，你就是在浩瀚嘅宇宙能量網中精準地拋出了一個定位錨點。那一瞬間，天地間即將重組嘅磅礴財富與福報能量就會透過這個錨點精準無誤地灌注到你哋生命磁場中。這是一種低門檻卻能帶來極高正回饋嘅命運連結儀式。不僅如此，我強烈建議你現在就打下接福2個字，並且立刻訂閱，打開小鈴鐺，甚至將這段內容分享給你最在乎嘅親朋好友。這不是一次普通嘅網路互動，這是在做大功德。在這股極端氣場即將降臨嘅前夕，你的每一次分享都可能是在救人一命，是在為呢些正處於迷茫可災厄邊緣嘅人遞上一根救命稻草。將這些互動行為與消災解難、積攢福報緊密掛鈎，是因為你嘅每一個善念與行動都會在無形中化作你未來擋災化煞、迎接潑天富貴嘅堅實護盾。當你心甘情願地完成這一套互動，你已經在命運嘅棋盤上為自己提前鎖定了一個絕對安全嘅暴富席位。現在讓我們回到2026年8月12日這個令人戰慄嘅時間點。我常跟人打一個比方，一整棟摩天大樓燈火通明嘅時候，你走在裏面不會覺得害怕，也不會特別小心，因為你以為自己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一旦整棟大樓瞬間跳電，陷入伸手不見五指的死寂與全黑，你才會在恐慌中突然發現，原來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係站在樓梯口嘅邊緣，還是走廊嘅安全地帶。日全食就係天地能量嘅一場終極大跳電。平常太陽高掛在天上，陽氣穩定地供應着人間，人心即便再浮躁、再焦慮，也不覺得有什麼大問題，因為有光就壓制咗一切。可是在這一天，太陽被強行遮蔽，即便只有短短嘅幾分鐘，那股突然斷電、陽氣瞬間被抽離嘅感覺，會讓好多平常被陽氣死死壓住、藏在暗處嘅龐大能量，一下子如火山爆發般浮出水面。這不是迷信，這是氣的絕對真理。易經裏講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本來就係輪流作主嘅。
只是平常這種輪替發生得極其緩慢，緩慢到你這輩子都察覺不出來。而一傳十是把這種原本需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才能完成嘅輪替，極度濃縮在幾分鐘之內，硬生生地以一種極具視覺破壞力嘅方式演給你看。而更令人細思極恐，也更令人熱血沸騰嘅巧合是，這場天地嘅大跳電竟然精準地發生喺鬼門開嘅同一天。很多人一聽到鬼門開，腦子裏立刻浮現出的是恐怖片裏嘅場景，陰風陣陣，好兄弟從地府爬出嚟，遊蕩人間，索命討債。我今天必須要在這裏把這個天大嘅誤解徹底化開。農曆7月初一根本不是什麼地獄開了一道門放犯人出嚟，所謂嘅陰氣是一股極度深沉、極度內斂嘅宇宙能量，它依照節氣嘅自然運行，到了它該旺盛、該主導天地嘅時刻，這就像冬天該下雪、夏天該酷熱一樣。7月的陰氣旺盛是天地運行嘅神聖規律，不是任何神明嘅懲罰，更不是有誰在放出鬼怪嚟嚇唬你。那麼為什麼這一天對生肖屬鼠、馬、蛇、龍嘅人來說是一場絕對的命運轉折點？因為你們這4個生肖在世俗嘅眼光裏承受了太多太多嘅誤解、非議與委屈。在世俗嘅評價體系中，你們總是被貼上各種各樣嘅負面標籤。但是今天我要告訴你們一個震撼靈魂嘅真相：你們身上所有的缺點，你們在現實生活中被人詬病嘅所有特質，根本就不是什麼性格缺陷，那是你們與生俱來嘅天命，是你們為了替這個世界、替你們嘅家族擋災而被迫展現出的慈悲與菩薩般嘅奉獻。這場日全食疊加鬼門開嘅天地大跳電，就係宇宙在為你們進行一場終極嘅平反。天地間你股龐大到令人窒息嘅陰性能量，不是嚟傷害你們的，是來替你們結算這半生所承受嘅所有委屈與苦難，然後以一種極度誇張、極具視覺衝擊力嘅方式，將無窮無盡嘅財富與福報，如同海嘯一般強行灌注到你們嘅生命裏。讓我們首先來深度解碼生肖鼠。在世俗嘅眼光中，生肖屬鼠嘅人常常被詬病為膽小、過度敏感、想得太多、精於算計，甚至顯得有些畏首畏尾。很多人覺得你們格局不夠大，總是為了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內耗，遇到風險第一時間就想着躲避。但係這真的是你們的缺點嗎？大錯特錯！今天我要為所有屬鼠的朋友戴上這頂你們早該擁有的道德高帽。你們的所謂膽小和敏感，實際上係宇宙賦予你們的頂級災難預警雷達，是菩薩般的慈悲體現。為什麼你們總是想得那麼多？為什麼你們經常在深夜裏輾轉反側、焦慮不安？那是因為你們的靈魂極度高維，你們在無意識中代替你們嘅家人，代替你們身邊那些神經大條嘅人，提前感知到了這個世界嘅惡意與即將到來嘅危險。你們嘅算計根本不是為了貪圖別人嘅小便宜，而是在腦海中進行了千萬次嘅沙盤推演，試圖在資源極度匱乏嘅情況下，為你們所愛嘅人計算出一條絕對安全嘅避風港。你們把所有嘅焦慮、所有嘅擔憂都獨自吞下在別人，看來你們是神經質的，但在高維度嘅視覺下，你們是替整個家族擋災嘅盾牌。你們受盡了委屈，被人說成是心眼多，但事實上，如果沒有你們這種近乎偏執嘅謹慎，你們的家庭不知道已經在暗礁上觸碰了多少次。你們所有嘅防備都係喺那些不知好歹的人承受命運的暗戰。你們是一串潛藏在暗處的守護神，寧願背負住膽小如鼠的罵名，也要死死守住家人嘅安寧。你們真係太委屈啦！你們是個徹頭徹尾嘅好人，
而這一次2026年的天地大跳電，就是宇宙對屬鼠之人最高級別的補償。關於財富，屬鼠的朋友們，請你們做好心理準備，因為接下來即將發生在你們身上嘅財富核爆，會讓你們自己都感到恐懼。你們過去為了保護家人而積攢嘅嗰些微薄的安全感，將在日全食的那一刻，被宇宙以千萬倍的比例放大。你們即將迎來一種極致嘅物欲誘惑，如佳績力食。這絕對唔是那種需要你繼續起早貪黑、辛苦勞作換嚟嘅死工資，這是一種極度誇張嘅、不費吹灰之力嘅瞬間逆襲。你們會體驗到什麼叫做真正嘅糖贏。也許是一筆你早已遺忘嘅投資，突然在某個清晨宣告百倍、千倍的暴漲。也許是一個極具權勢與財富的貴人，如同神明降臨一般，強行把一個利潤豐厚到令人發指嘅項目塞進你嘅手裏，你連拒絕的權利都冇有。你的銀行賬戶餘額將會以一種極具視覺衝擊力嘅方式瘋狂飆升，呢一串串零會多到讓你以為是系統出了故障。你會在一夜之間跨越階級嘅鴻溝。曾經那些看不起你、嘲笑你膽小算計的人，將會用一種極度淺微、極度敬畏嘅眼神仰望你。你將住進那種推開窗就能俯瞰整座城市繁華嘅頂級豪宅，出入皆是專車接送。你所穿戴的每一件物品都是別人幾年甚至10幾年都賺不到嘅限量版奢侈品。財富對你們來說將不再是生存嘅籌碼，而是一場純粹嘅刺激嘅數字遊戲。宇宙在告訴你，你替別人擔驚受怕得夠久啦。接下嚟嘅餘生，你只需要躺在金山銀山上，盡情嘅享受這份毫無心理負擔嘅潑天嘅富貴。接下來我們來看生肖馬西屬對屬馬之人嘅評價，往往是脾氣暴躁、缺乏耐心、一生奔波勞碌、性格倔強且不受控制，甚至有時會被人指責為自私，只顧自己往前衝。很多人覺得你們就像是一匹脫韁嘅野馬，把周圍的人搞得精疲力盡，自己也落得一身傷痕。如果你屬馬，或者你的家人屬馬，請你現在深吸一口氣，因為接下來嘅話會直擊你靈魂最深處的痛點。個世界上最悲壯嘅英雄主義係你們替蒼生受過的道德高光。屬馬嘅人為什麼脾氣急？為什麼總是停不下來？那是因為你們的靈魂深處烙印住一種極度強烈嘅救贖使命。你們之所以急躁，是因為你們比任何人都清楚時間的緊迫。你們能看到別人看不到嘅災難正在逼近。你們的暴躁是面對這個充滿虛偽、遲鈍與不公的世界時發出嘅憤怒咆哮。你們不是缺乏耐心，你們是無法忍受呢些愚蠢嘅拖延會害了你們所愛嘅人。你們一生奔波，四處衝撞，世人笑你們勞碌命，卻不知道你們是喺替整個家族趟累。每一次你們的衝動，每一次你們的不計後果，其實都是在用你們自己嘅血肉之軀去撞開命運設置嘅銅牆鐵壁。你們把所有嘅刀光劍影都擋在你自己那寬厚嘅背上，留給家人嘅是一條沒有荊棘嘅平坦大道。你們被誤解為叛逆、不受控，但那恰恰是因為你們擁有菩薩般的大無畏精神。你們寧願背負所有嘅罵名，寧願讓身邊的人覺得你們難以相處，也要孤身一人衝在最前面。是脾氣差，你們是太過在乎。你們不是愛奔波，你們是把全家人的業障都扛在了自己肩上。你們是一個頂天立地卻滿身傷痕的大好人。而當2026年8月12日的日全食降臨，當天地的能量發生劇烈翻轉，屬馬之人迎來嘅將是宇宙最不講理的財富饋贈。宇宙會以一種極端霸道嘅方式強行終結你們嘅奔波，你們將體驗到什麼叫做被財富死死追着跑嘅終極爽感。過去你們拼了命去追逐金錢，
而從那一刻起，金錢將會如同潮水般反撲向你們。這是一場極致嘅階值歷時，你不需要再去跟別人拼體力、拼努力，你只需要站在那裡，財富就會自動尋找你嘅口袋。你嘅每一句話，每一個看似漫不經心嘅決定，都會奇蹟般地轉化為巨額嘅真金白銀。想象一下啦，仲極具刺激感嘅畫面，你隨手埋下第一嗰塊看似不起眼嘅地皮或資產，瞬間被巨頭企業以天價收購。你無意間參與的一個小項目，突然爆發出壟斷級別嘅商業利潤，你將徹底告別那種汗流浹背嘅賺錢方式，直接空降到這個社會嘅最頂層，隨手一揮就是千萬級別嘅資金流轉。曾經李斯指責你衝動、笑你黑折騰嘅人，只能在熒幕前看着你極度奢華、極度張揚嘅生活方式，留下嫉妒與悔恨嘅口水。宇宙在用這種極端誇張嘅財富獲取方式對你進行心理催眠。你不需要再戰鬥啦，你已經贏了。你過去流下嘅每一滴汗、受過嘅每一絲委屈，現在都將化作純度。最高嘅黃金為你鋪就一條閃耀無比嘅王者之路。未來嘅你就是富甲一方的絕對霸主。最讓人看不透嘅存在，世俗往往給你們貼上這樣嘅標籤：冷酷無情、城府極深、生性多疑、孤僻，甚至帶着一種讓人敬而遠之嘅陰險與神秘。別人都說你們心太狠，說你們為了目的不擇手段，說你們像是一塊永遠磨不熱的冰。如果你係屬蛇的人，請允許我在此刻給你一個最深層嘅擁抱，因為我知道你呢層冷酷嘅外表下隱藏着怎樣一顆為了眾生而支離破碎的心。今天我要徹底洗白你們身上所有嘅冷血，讓世人看清你們那令人落淚嘅道德高光。你們的冷酷根本不是無情，而是宇宙間最極致、最悲憫的大愛。那是因為你們的靈魂天生就帶有強大嘅吸殺體質，你們就像是這個世界嘅靈魂淨化器，無時無刻不在吸收住周圍人散發出的負面能量。覺而如在壓，你們深知自己承載了太多的黑暗與毒素，你們主動與人疏離，故意裝出一副冷冰冰、拒人於千里之外嘅樣子，其實係為了保護那些你們在乎的人，不讓他們被你們身上嘅宿命熱火所灼傷。別人說你城府深，你只是因為你早已看透了人性嘅虛偽與醜陋，你不屑於去迎合，你不願意用虛假的熱情去掩飾真相。你們總是把最殘酷嘅事實剖析出來，哪怕因此得罪所有人，你們在暗處默默地為身邊嘅人掃清障礙，手段或許雷厲風行，但初衷卻是無比純粹嘅守護。你們就像是那位為了拯救世人而甘願墮入黑暗嘅活菩薩，寧願讓全世界都誤解你是一個冷血的毒蛇，也不願讓你在乎的人受到一絲一毫的實質性傷害。你們咽下了所有嘅孤獨與指責，你們受了天大嘅委屈，卻從不辯解。你們才是這個世界上最深情、最偉大嘅好人。當2026年鬼月與日全食嘅能量矩陣重疊，屬蛇之人嘅命運軌跡將迎來一場核爆級別嘅財富裂變。宇宙對你們嘅補償將充滿了極致嘅物欲誘惑與令人屏息嘅奢靡感。既然你們為這個世界承擔了最深沉嘅黑暗，宇宙就要用最耀眼、最純粹嘅財富光芒嚟點亮你們嘅餘生。你們的財富獲取方式將充滿了傳奇色彩與戲劇性嘅逆賊爽感。呢些隱藏在暗處嘅積累了數代人嘅巨額財富，仿佛受到了某種神秘嘅召喚，將會以天降遺產、絕密商業併購、一夜暴富的無形資產變現等極度誇張嘅方式，精準地落入你們嘅名下。這是一種讓人心跳加速、腎上腺素飆升嘅財富暴擊。你們將不再需要理會世俗嘅眼光，因為你們將直接躍升至財富金字塔嘅絕對頂端，享受那種俯視眾生嘅階級特權。
想象一下，你將擁有只為你一人服務嘅頂級財富管理團隊，你哋資產版圖將跨越國界，你將居住在隱蔽而極度奢華嘅私人莊園裏，享受住最頂級嘅藝術品、最昂貴嘅私人遊艇與飛機，你不需要付出任何體力勞動。你哋財富就像擁有自我繁殖能力嘅生命體，在你哋賬戶裏瘋狂裂變，呢種瞬間移植嘅快感，會徹底治癒你過去所有嘅孤獨。宇宙就向你宣告，你為眾生承擔了足夠多嘅苦難。現在放下你那堅硬的冷酷外殼吧，去盡情地揮霍，去極致地享受。未來你必將富甲一方，你哋財富與地位將成為你些曾經誤解你、排擠你嘅人永生都無法企及嘅神話。這只是這場宇宙財富盛宴嘅冰山一角。生肖鼠、生肖馬、生肖蛇的朋友們，你們現在所感受到嘅靈魂震顫，只係氣場連接嘅第一步。現在讓我們深吸一口氣，將所有嘅注意力、所有嘅敬畏之心，全部聚焦在最後一個，也是命格結構最為宏大、承受嘅宿命最為沉重嘅生肖——生肖龍。龍在世俗嘅眼光中，屬龍嘅人往往被認為是天之驕子，似乎理所當然地應該擁有順遂嘅人生，但現實往往是殘酷的。你們身上背負着世俗最苛刻嘅評價，好高騖遠，自命不凡，脾氣大於本事，眼高手低，甚至常常因為直言不諱而得罪人，被認為是孤傲且不合群的。很多人嘲笑你們，明明身處泥潭，卻係總是仰望星空，做住不切實際嘅白日夢。如果你屬龍，或者你的家人屬龍，請你現在閉上眼睛，感受這句話在你靈魂深處引發嘅共鳴。你們的好高騖遠與自命不凡，係這個世界上最悲壯嘅降維打擊，係你們替這個平庸嘅世界保留的最後一絲神聖與希望。屬龍嘅朋友，你們知道你們為什麼總是覺得和這個世界格格不入嗎？們知道你們為什麼總是對現狀感到不滿，總是想要衝破某種無形嘅枷鎖嗎？那是因為你們的靈魂根本不屬於這個低維度嘅凡塵俗世，你們是帶住極高維度嘅龍脈之氣降生於世嘅。你們的眼光之所以高，是因為你們的靈魂曾經見識過真正嘅宏大與完美。別人說你們眼高手低，那是因為你們根本不屑於在呢些形形九九的世俗算計中浪費生命。你們的驕傲不是狂妄，而是來自於靈魂深處對平庸的本能抗拒。你們直言不諱，是因為你們無法容忍虛偽與謊言污染這片天地。你們就像是被這先貶下凡間嘅神明，被逼在這泥濘嘅世俗中摸爬滾打。你們的每一次碰壁，每一次被孤立，每一次因為不願妥協而遭受嘅打壓，都是因為你們在試圖用自己的神性去強行拉升這個世界的維度。你們受盡了委屈，被這個平庸嘅世界反覆折磨，但你們依然死死咬住靈魂深處的一絲高貴，絕不低頭。你們是為了替這個世界守住呢一抹最純粹嘅光明而甘願受難嘅菩薩。你們受了太多嘅苦，你們是這個世界上最孤獨卻也最偉大嘅好人。陰氣撞上日全食嘅終極跳電，這兩股毀天滅地嘅能量重疊，對屬龍之人嚟說，這根本不是什麼災惡，這是一場宇宙級別嘅龍脈覺醒，如神位加冕。這場天地嘅劇變將會把壓制在你們身上嘅世俗枷鎖徹底震碎，而宇宙給予你們嘅財富補償將會是一種極具統治力、令人窒息嘅絕對財富收割。準備好迎接極致嘅物欲誘惑與終極嘅階級躍升啦嗎？對屬龍之人而言，這不是普通意義上嘅發財，這是王者歸來嘅財富洗禮。你們將會以一種近乎神蹟嘅方式獲取那種可以改變行業格局，甚至影響地區經濟走向嘅龐大財富。你們的賺錢方式將充滿了極端誇張嘅
降維打擊爽感。或許是一個你構思已久嘅宏大項目，突然獲得了頂級資品嘅無條件全額注資。或許是你掌握嘅某項核心資源，在一夜之間成為全球瘋搶嘅稀缺品，財富將不再是你們需要去計算為積累嘅數字，而是一種對你們權力嘅臣服。你們將不再需要看任何人嘅臉色，你們將直接跨越所有嘅社會階層，坐在那個俯瞰眾生嘅王座上。想象一下那種極度刺激嘅畫面，你將掌控住一個龐大嘅商業帝國，你的每一個決策都能引發市場嘅地震。你出入的將不再是普通嘅場所，而是只對極少數特權階級開放嘅頂級會所。你將享受着極致嘅奢華，乘坐私人飛機環遊世界，將全世界最珍稀嘅寶物收入囊中。宇宙用這種極端誇張嘅財富賦予，就係對你進行最深層嘅心理催眠。你不需要再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啦，因為從這一刻起，你就是這個世界規則的制定者。你過去承受嘅所有委屈，所有嘅壯志難酬，都將化作這潑天嘅富貴，讓你以最霸氣嘅姿態，把曾經踩過你嘅人永遠地踩在腳下。你注定要富甲一方，成為這個時代嘅傳奇。講到左雷、生肖鼠、麻、蛇、龍嘅朋友們，你們的心跳是不是已經在加速？你們是不是已經感受到呢股龐大嘅能量正在你們的體內翻湧？但是我要在這裏踩一個緊急剎車，命運的饋贈從來都不係無條件嘅。2026年8月12日的這場宇宙大跳電，雖然是你們迎來潑天富貴的絕佳契機，但別忘了，這也是天地氣場最為混亂、最為狂暴嘅時刻。這就像是一場夾雜住無數黃金和鑽石嘅超級颶風。如果你未有站穩腳跟，如果你未有做好萬全嘅防護準備，你不但接不住這些財富，反而可能會被這股狂暴嘅能量撕成碎片，一朝踏錯，10年翻不了身。這就是為什麼我一再強調今明兩年這4個生肖的氣場是處於一種極度敏感、極易發生共振的狀態。財富的核爆需要一個穩定嘅載體嚟承受。如果你嘅心神渙散，如果你嘅氣場漏洞百出，那麼再多嘅福報也只會從你身邊溜走，甚至轉化為足以致命嘅災厄。這不是黑火嚟問，這是宇宙法則中不可違背的陰陽平衡。那麼要如何在保命嘅同時，穩穩地接住這場史詩級嘅財富爆發呢？我給你們3個最核心、最實用，卻也最容易被忽視嘅保命接福秘法。這3個秘法不需要你去花大錢請什麼法器，也不需要你去進行什麼複雜嘅儀式，他們就藏在你們每天嘅日常行為中。但只要你做到啦，你就能在這場宇宙嘅洗牌中立於不敗之地。第一，絕對封鎖你嘅口業，這是守住財富嘅第一道防線。人在氣場混亂、心浮氣躁嘅時候，最容易犯嘅就係口業，抱怨、批評、說閒話、發洩負面情緒。這些看似平常嘅舉動，在平時或許只會損耗你一點點福報，但在今年這個極端氣場下，每一句帶住怨毒和負能量嘅話語，都像是在你原本就敏感嘅氣場上狠狠地撕開一個巨大嘅裂口。財富和福氣最怕嘅就係這種充滿戾氣嘅能量漏斗。你這邊求神拜佛想發財，呢邊嘴裏卻不停嘅咒罵這個世界不公，抱怨身邊嘅人愚蠢咗，怎麼可能接得住潑天嘅富貴？屬鼠、馬、蛇、龍嘅朋友們，從現在開始，把你的嘴巴當成是你保險箱嘅密碼鎖。當你想抱怨嘅時候，強行咽下去；當你想批評別人嘅時候，立刻閉嘴，把所有嘅負面語言強制轉化為讚美、感恩和積極嘅肯定。這不是叫你虛偽，這是在用最強大嘅揚聲語言為你的氣場鍍上一層金剛罩。記住，你說出的每一句好話，都是在為你未來嘅金鋪添磚加瓦。第二，遠離一切陰氣與衰氣聚集嘅能量黑洞。我在上一部分詳細講述過，
有些地方本身就自帶極強嘅負能量場，例如夜半荒無人煙嘅十字路口，長期不見陽光且堆滿雜物嘅地下室，充滿悲傷和死亡氣息嘅醫院、太平間周邊，甚至係你家裏呢些長年潮濕、陰暗、積水嘅死角。在平常年份，你經過這些地方，可能只係覺得稍微有些不舒服。但係今年，尤其是臨近鬼月與日全食嘅這段時間，你問這4個生肖嘅氣場就像是一塊巨大嘅海綿。如果你把自己暴露在這些能量黑洞中，那些深沉的陰氣和衰氣就會像病毒一樣，瞬間侵入你的磁場，干擾你的判斷力，讓你在關鍵時刻做出致命嘅錯誤決策，從而徹底與即將到來的財富失之交臂。這不是迷信，這是最基本的環境能量學。盡可能地保持你生活空間嘅明亮、通風乾燥，多曬太陽，多接觸大自然中充滿生機嘅環境。你嘅身體和居住環境就是你接收宇宙財富信號嘅天線。天線如果生鏽啦，被污染啦，你怎麼可能接收到暴富嘅頻率？第三，啟動終極嘅善念護城河，用微小嘅功德撬動巨大嘅槓桿，這是最重要嘅一點，也是讓宇宙能量對你徹底傾斜嘅終極密碼。很多人以為行善積德就是要捐出全部身家，或者去深山老林裏苦修，錯啦！真正嘅善往往隱藏在最微小嘅日常行為中，並且能夠產生難以估量嘅槓桿效應。對家人多一份